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嘅每周筍盤推介。先嚟同大家睇下兩個喺溫哥華西區嘅 townhouse 成交。第一個面積1258尺兩房兩廁嘅 townhouse， 開售價係1,098,999蚊，而最終嘅成交價咧係1,068,000蚊。而值得留意嘅就係呢一個嘅 townhouse 咧，佢喺市場上邊咧放盤咧只係7日咧就已經賣出咗啦。咁而第二個本週成交嘅個案呢，係另一個嘅溫哥華西區 townhouse， 佢嘅開售價係189,900蚊。咁最終呢個成交價咧係180萬嘅。咁其實咧呢個嘅盤咧早前咧喺我嘅YouTube 頻道咧，其實都有介紹過嘅呢一個 townhouse。咁佢係一個嘅complex 入邊其中一個 unit 啦。咁佢係屬於一個 character house，總一個 unit 咧就變成咧今日咧賣出嘅呢個 townhouse 啦。咁入邊咧總共係有3房4廁，而另外咧仲有一個 family room 嘅。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咁都可以睇翻咧我早前介紹過嘅片段。咁佢嘅室內面積咧係1802尺，咁而家賣出嘅價錢咧係180萬。咁除一除條數咧，嗰個嘅樓面尺價咧就啱啱係唔使1000蚊。咁喺介紹今個星期嘅筍盤之前咧，都係先同大家睇一睇咧溫哥華西區嘅地產市場資料啦。溫哥華西區喺2025年3月份，佢嘅 townhouse 嘅 benchmark 價錢咧係1,478,800蚊。而根據 MLS Home Price Index 咧係348.9，按月嚟計係跌咗0.9，而按年計咧佢係升咗0.5嘅。價錢咧變化就不大，不過咧可以見到咧喺過去一個月咧其實係處於一個少少下降嘅軌跡啦。今日介紹呢個 townhouse 位處溫哥華西區49街，佢交通相當便利，巴士站喺門口，49號巴士線往返 Metro Town 至到 UBC。如果要乘坐 SkyTrain 咧，其實幾分鐘咧就可以咧乘坐49號巴士去到 Langara Station 啦。單位面積1324尺，客飯廳總共280尺，空間相當之寬闊，就算擺放6人大餐台、梳化同埋其他休閒椅之外，都仲有好多走動嘅空間。廚房面積111尺，有3邊嘅台面，備餐空間絕對足夠。主人房有好大嘅採光玻璃窗。室內面積110尺，擺放咗 king size 嘅大床之後，都仲可以輕鬆做到3邊落床。而入邊咧亦都附設一個30尺嘅 walk-in closet。呢個單位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佢仲有一個天台嘅 roof deck， 戶主空閒嘅時候就可以喺度享受日光浴，或者約埋朋友一齊喺度 BBQ party 啦。如果對呢個 townhouse 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聯絡我哋嘅團隊，我哋就可以幫你安排預約睇樓。多謝你收睇今集嘅節目，下次見。